再来国际新闻来看，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日本、澳洲和美国的3位学者共同领奖。评审是指出，应对中世纪末建立金属有机国际的材料和基础，会当对空气当中来掠出水和二氧化碳，这对碳管理一个环境的净化是真有贡献。 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25年化学奖由北川景、罗伯森加亚基共同获奖，表彰金伫金属有机框架 MOFS 领域的开创性研究。 应用金属节点甲有机分子，搭一个敢若是厝的牛条啊共款的纳米康网络，甲其他共款体积的材料比，伊内面若天开表面积袂输敢若一个骹球场遮尔大，会当选择性吸附特定分子。评审讲，这种新分子结构敢若是哈利波特内面的魔法牌啊，外口小，内面大。I think the amazing thing about these materials is that they, I would say, in a gram of material, which is no more than a sugar cube. A European sugar cube, you have space that is equivalent to an entire football field. And that's why they're so exciting about storing gases and trapping gases. 评审讲，这种会当克制化的多孔材料，怎么应用伫咧可化环境，对空气内面萃取饮用水。工业这边是碳玻璃，还有异度水内面的永久化学物质。学界讲 ，MOFS 就敢若是外表小内面大的海绵，调整伊的化学性，就当互水、二氧化碳或者是其他分子选择性的出入，大幅度提升分离甲储存的效率。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北川景感谢北甲伊做过研究的人。私は偉いわけじゃなくて、もう本当にもう面白いことだけに突っ走って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ことが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だから周りの一緒に研究した皆さんが大変苦労され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う人たちの支えがあったんだと。だからケミストリーは個人プレーじゃなくて、やはりチームプレーが非常に重要なんで。 诺贝尔奖委员会讲 ，MOFS 已经制造出几多万种的结果，怎么正伫咧向碳管理、环境净化、加催化化学反应等困难的问题伫咧研究，也被看作是工业减排、清洁用水的关键材料平台。今年的化学奖是这礼拜第3个公布的奖项。 照例1100万瑞典克朗，差不多代表3500多万的奖金，因3个人分。颁奖典礼12月70举行。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辑。